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公室代表说，新疆的大门向世界敞开，中国欢迎人权高专对新疆进行友好访问。遗憾的是，少数国家借此大搞政治操弄，正是影响高专顺利访华的真正障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言人最近表示，联合国官员试图进入东突厥斯坦调查当地人权状况的努力没有成功。中国主要产煤省份山西发生洪灾，进一步加剧了煤炭供应的紧张局势。中国动力煤价格周三飙升至历史新高，煤炭期货上涨 8.8%， 至每吨1640元，创下盘中新纪录。最近辞职的美国五角大楼首任首席软件官蔡澜表示，美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竞赛中已经输给中国。他辞职是为了抗议美国军方技术转型步伐缓慢，他无法忍受中国超过美国。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3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举行的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和哈萨克斯坦碳中和目标的途径国际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托卡耶夫表示，中亚全球变暖的速度令人震惊，需要在这方面采取紧急行动。2019年底在中国武汉市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已导致全球感染人数超过 2.39 亿。中国公共卫生顾问冯勇声称，他们采取了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并在全国实施了22亿剂冠状病毒疫苗，设法将冠状病毒病例总数控制在10万以下。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们将在年底前将向欧洲的天然气运输量增加到最高水平。普京说，我们正在与我们的西方伙伴合作，以确保欧洲的能源安全。普京强调，俄罗斯已经履行了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合同义务。北京政府表示，其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演习是对台湾勾结外国势力的回应。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将紧张局势升级归咎于台北。